剧场所有优秀的演员最期待的就是站在这里，而我每次守在这里，总是会想起我的母亲，让我有一种妈妈的感觉。知道这里是哪里了吗？这里是中线，因为慈母手中线。好，谢谢各位网友提醒我要在意妈妈的感受，也让妈妈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提醒大家喽，打个电话回家吧，让妈妈知道你在哪里，并且祝她母亲节快乐。又来了！我觉得很好笑啊！喂，中线吗？子母手中线呢？